大家好，我係張明，歡迎大家嚟到賽馬108 Channel。剛剛過去嘅沙田賽事受到天雨影響，至於我哋嘅提供咧，就全靠阿祖馬龍咧就中到第8場嘅一條 Q， 都有13倍嘅。希望今次咧，連同我同埋兩位嘉賓咧嗰個成績繼續好啲。今次嘅賽事翻嚟呢一個沙田話，繼續喺沙田，不過咧就上演全季最後一次嘅全麗夜宴啦，總共編排咗9場賽事嘅。先聽下兩位嘉賓嘅心水先啦。Double 嘅心水佢係揀咗第6場，揀咗3匹馬，有7號火神神樂、5號花開同埋11號林寶精神。至於祖馬龍嘅心水，佢就揀咗第8場，都係揀3匹馬嘅，分別有1號精英雄心、7號滿心星同埋6號將瑞。咁另外咧就到我嘅心水啦，我就揀咗第2場嘅，呢一場就第5班1200米，揀一匹馬作為馬膽咧，同埋 WinPay 嘅心水對象啦，就係揀咗2號喜行。呢匹馬今季就轉咗4歲嘅，佢上季咧喺4班即係以一個3歲新馬嘅身份插班咧，表現咧就麻麻地啦，跑2場都冇乜表現。咁然後咧到今季咧，初咧跑草地都係繼續冇成績嘅，不過轉去泥地咧就唔同喎。首先咧就喺呢一個10月12日嘅賽事嗰場跑場泥地1200米嗰陣時都仲喺4班跑嘅，亦都係遇着一個濕慢地嘅泥地，結果就跑到第2。雖然咧就俾獎咧掟開咗成差唔多3個身位啊，不過本身呢匹喜行都將其他對手拋開些少嘅。咁而其他對手裏面咧，包括有嗰啲大番薯啊、加州星馳，甚至乎火神神樂同埋大利好運呢啲，後來咧都能夠贏到馬或者入到 Q， 所以咧用嗰啲對手做一個比較咧，其實嗰場嘅喜行呢一個第2名嘅水準咧都唔算話差嘅。咁後來喜行再繼續跑泥地嘅1200啦，嗰場雖然話跑第5，不過咧當晚嘅全泥夜嚟嘅。當晚嘅泥地偏差咧就係幾不利喺個內欄嗰度衝，而呢匹喜行咧沿途咧都沿住個內欄走，所以佢呢個第5名嘅水準咧都值得調升翻。後來佢就增程跑場泥地嘅1里，都繼續有獎金，就跑第4。佢嗰隻第4名就分別輸俾之前前面嗰3匹馬，奮鬥心啊、加州星馳，甚至話考眼光呢啲馬咧都係叫做喺嗰個1里方面啦，嗰個韌力方面咧，都係有一個成績支持嘅。咁所以呢一匹喜行咧，嗰場嘅第4，亦都説明其實佢泥地個能力真係有翻咁上下，亦都係幾穩定。後來呢匹喜行咧就再轉跑谷草嘅1里啊，甚至乎填咗1000就冇表現啦，結果就減分。今次係降嚟喺5班嗰度跑啦，仲要翻嚟泥地跑1200米，對手就相對係更加弱些少啦。排到去1檔咧，如果呢一次嘅偏差似翻上次4月1日嗰個泥地嘅偏差嘅話咧，其實個形勢都係有利嘅。更何況咧，喜行第一就證明過濕慢泥啦，因為佢嗰次咧跑第2就喺濕慢泥嗰度跑，而賽前咧今晚嗰個賽前泥地個掛牌咧，而家咧都仲係喺個濕慢地嗰度嘅。即使咧嗰個天氣放晴，你話個場地轉翻好咧，亦都見過喜行啦喺一個正常泥嗰度咧都跑得接近啦。咁所以呢匹馬咧都係一匹乾濕胎嚟㗎啦。呢一匹馬今次咧照計都有一個爭勝機會喺度嘅，作為一個馬膽同埋一個 WinPay 嘅心水對象啦。所以我今次咧就揀咗第2場2號喜行咧作為我嘅推介嘅，希望今次咧連同兩位嘉賓咧個成績咧好啲啊！咁另外咧，心水分享到呢度啦。大家如果即係中意呢個 channel 嘅話咧，就俾 like 之餘咧，亦都係 share 出去啦。亦都歡迎大家喺評論區留言。大家有興趣咧關注嗰個會員資訊嘅話咧，亦都可以留意右上角嗰個會員資訊嘅查詢電話。大家去 WhatsApp 到呢度嘅。節目嚟到呢度，多謝大家收睇啦，下次再見。